这集来捌字认识是这字捌咯，zan經嘛是这字捌咯。这字是用手来分别读音八，八干嘛的八，是如何来捌字呢？文字的读音有分周调的雅言，也就是文音，阁有较古早的商调读音，也就是白音。知识学识的识，白音就是捌，无压捌，轻声捌。zan經的zan白音嘛是捌，这两字的白音来源拢和捌有密切的关系。只简单安尼讲。我曾经学过校正字，我捌认捌过校正字，谁嘛捌少年过，代志捌无清楚啦。文章写出这两字捌是有文化的用意，教育部教的这字，全国学生囡仔必教的这字，学生囡仔如何捌字呢？有可能无？毋捌字。教育部就另外讲，这字是八啦，这字是蒲，蒲烂拍的蒲。你看这字的字形，用喙去接人的尻川，蒲有款势人的烂拍。这字确实就是台语讲的蒲蒲摊摊的蒲。伟大的教育部，这字符讲是蒲，蒲讲是八，八讲是捌。捌学过校正字的人，你捌互伊骗过无？为着解说乱传的这字校正字，互咱有机会一摆就爱学5字，你有学到啊无？